男人同埋女人離咗婚之後，到底邊個會覺得更加好呢？我以前呢就喺農村住嘅，我哋隔離屋嘅二嫂啊，佢係做保險嘅，佢唔中意佢奶奶挑撥離間，導致佢哋屋企嘅矛盾呢越嚟越嚴重。佢老公呢就夾喺中間，好難做人。然之後呢，我隔離屋嗰個二嫂呢就因為搞業務噶嘛，識咗一個男嘅，佢好中意佢，佢覺得佢好浪漫，好有錢，就同我隔離屋個二叔呢離咗婚，拋低個仔呢就接走咗。成村人都知道佢哋屋企發生咩事㗎。佢個仔呢比我細1歲，日日喺學校呢俾人哋話你阿媽水性楊花。咁如果呢件事唔係發生喺我身邊嘅話呢，我真係好難相信呢個世界上咩人都有。我覺得男人同女人呢離咗婚之後，當下一定係女人覺得更加好，因為女人拍屁股呢就可以走人啦，甚至仲有啲女人呢拋低老公，拋低個仔，仲拋低呢個破碎家喺出邊呢過住花花綠綠嘅生活，話唔定投入下一個懷抱呢，人哋就有人養啦。而男人呢要守住呢頭家，仲要養仔養父母，仲要背住人哋呢講三講四呢種壓力，人哋呢只會話呢個男人真係一個好冇用嘅人，連自己嘅老婆呢都守唔住。但我覺得凡事呢都睇長遠啲，你睇下10年之後，等呢個男人將呢個仔女呢湊大之後，家亦成啦，事業都有啦，存款又有啦，咁人哋真係咩都有啦。但你有冇諗過呢？10年之後，你老咗之後，可能出面嗰啲男人呢早就唔想要你啦，你連個竇呢都冇啦，你仲以為自己後生可以唱高調咩？你呢後生嘅時候呢，無非就係得色。一個女人呢，一定要懂得自尊自愛，唔好喐親呢就話離婚，就要拋低個仔，拋低個老公，拋低原本就屬於你要承擔嘅責任。你以為你真係有出息咩？咁嗰啲真正有本事嘅女人呢，會將老公照顧得好好，將仔女呢教育得好好，敬重老人家。有呢啲嘢，你先係真正有本事嘅人。你拋夫妻子呢，你永遠都係只不過路邊嘅野花，人人都想踩你一腳，但係冇一個人呢想呵護你。你哋話我講得啱唔啱呢？